真係有恐龍！機械人召喚，藍色戰士登場，藍雷霆王降臨，特步機王幾多力好幾度了，酸藍雷霆王喺度。怪獸，今次輪到你輸啦！聖光模式開啟，雷霆衝拳，可惡！酸藍雷霆王防禦準備，擋住佢，反擊準備。俾唔切，硬接啦！雷霆王撐住啊！酸藍雷霆王必殺形態，酸藍雷霆王鎖定目標，必殺技酸藍雷霆斬，任務完成。